天国的窄门和关上的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透过今天的福音，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进入窄门，走上又新又活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9章51节。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在新约的94面。9章51节，我来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好，我们跳过来看我们今天的13章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好，接着22节到30节，我们的诗会已经读过了，我现在来把31节到35节读出来。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医病，第3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5节，他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22节，这是重复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9章51节的内容。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标示出，这是耶稣往耶路撒冷的旅途。所以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谓的旅程报道的第2段。路加福音9章开始一大段是路加福音独有的，马太、马可跟约翰没有记载的。可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最后的结尾，说耶稣要将在耶路撒冷受难，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耶稣基督的临终遗命，所以衬托出这段教导是何等的重要。在这里要唤起我们的注意，意识到耶稣这条道路最后的目的地，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受难死亡。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的整个概要抓住以后，我们就不会去断章取义。所以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有2个主题。耶稣先用一个象征的语言 （symbolic meaning） 说到往天国的门是窄门，其实象征的，不是真的门，真的那有一个门叫窄门。然后他预言自己在耶路撒冷所面临的结局，就是受难、死亡。所以本主日的福音是关于窄门的教导，好，那这段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问主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问这句话好像很唐突、很突兀、很唐突。其实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就记载耶稣警告人要及时的悔改，对这个问题已经暖场了。犹太人的传统有2个极端，认为所有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全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会得救，而没有加入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就一定灭亡。
哇，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说，上帝至高者为人类创造这个世界，但仅有少数的人享有终极的救恩。法利赛人说只有我们法利赛人，那哈西的人说只有我们，所以我们是少数中精英的精英，是得胜者，其他人都不行。所以在这里就很产生两种很极端。那犹太人再怎么说都非常的排他性。犹太人的祷告，他们每天的谢恩祷告，男人说：“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是狗。”这好难听啊！他第二个说：“感谢上主，因为我是男人，第二个说感谢主，我是自由人，不是奴隶。第三个说：主啊，感谢你，我是男人，不是女人，因为女人是什么？我不好意思讲。所以他们那个很极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还是有人在问：到底得救的人少呢？为什么这样子呢？上帝是只是为了少数人呢的救恩，还是为全部的救恩？好，我们就发现耶稣竟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具体的资讯，而提出呼吁。他说，直接诉求在场的听众说：你们要采取行动，什么呢？你们当竭力从窄门进去。窄门是一个很生动的图画，他一讲的时候，所有人都听懂。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所有的城墙进去那个门一定是窄门，非常的窄，那个马跟骆驼根本都进不去。然后一进这个门以后，马上一个城墙挡住，就不让那个敌军长驱逐日。所以他一讲，他们都知道，那个窄门。而且耶稣又跟他们提出挑战，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你们要进窄门，要用极大的热情，更强化了这个意义。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对这个问题，耶稣虽然没有正面的答复，但实际上他已经答复了。耶稣的答案是说，谁可以得救是由天父决定的，并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所以有人问说，孔子到底会不会得救，对不对？孟子会不会得救？如果孔子跟孟子没有在天上，那个天堂我也不要想去。我那么很在乎孔子、孟子啊，那个对不对？都在乎这个。其实谁会得救不得救是天父决定，而且并非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勉励我们把握时机，付出代价，努力从窄门进去。我们该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得救。所以他用这个隐喻做出了诠释。他说，那些落后的将要成为领先的，领先的要成为落后的。所以进入天国，在这里我们就开始来谈，到底什么是窄门啊？我发现好多解经书讲到窄门，有人说你要那个，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洛克门基金会，那个基金会就翻译新译本的基金会，他们特别来拜访蒋夫人。这周莲华牧师生前告诉我们的故事。那个洛克门的基金会翻译圣经说，那个骆驼穿过针眼是怎么样？是很难的。他说那个圣经的小字不是骆驼，叫做麻绳。麻绳要穿过针眼很难。那个翻译的古卷的确有这个，所以他就翻译好了，就送了一本给蒋夫人。意思就是说，你太有钱了，你进天国是难的，所以你那个麻绳要搓细，要钱捐出来才可以进天国。意思是说，那你要不要把钱捐来给我们？结果那个蒋夫人真听人紧张一直发抖他说真的那我进不了天国了，就赶快把周莲华牧师找来。周莲华牧师说：“那怎么办啊？我真的进不了天国。”那个蒋夫人很紧张其实呢，他说圣经上主要的抄本其实是骆驼，那是一种很夸张的一种对比的比喻好，那个对比，他说麻绳其实只有抄本里面，现在遗留了2000多个抄本里面写麻绳的只有3个到5个而已所以教会呢，圣经上翻译圣经的原则就是根据整个大的主流 ，OK。所以有人在窄门呢，就提到好像是说你要把钱捐出来才能够进，对不对？因为天国呢，这太胖的人都进不去。好，所以我们要来了解
到底什么是窄门？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0节，一开始就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22节，那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就是为了要给我们开门。那窄门是什么呢？窄门就是耶稣自己，并且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就是给我们开这个天国的窄门。你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13章33节，耶稣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其实这句话讲的时候，就是耶稣去耶路撒冷受难的前3天了。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命是不能的。路加福音13章33节，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牺牲自己，为了舍命赎我们的罪，打开天国的门。耶稣基督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踏着人家血迹上去的英雄豪杰。耶稣基督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为我们舍身流血，打开天国的门。那为什么窄门是耶稣呢？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这个背景你讲出来了。好，约翰福音10章第9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耶稣亲口说，他就是得救之门。新约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他说什么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圣所是什么？是指的上帝父上帝的所在。我们能够借着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那怎么能够成就这大事呢？好，经文又继续说，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这个幔子就是门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第12章19节到20节。换句话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耶路撒冷献上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命。他的身体就是我们进到上帝那里去的门，所以耶稣是窄门，是独一的门径。我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对基督教的圣经每一个都怀疑。那时候我就想了一个问题，说耶稣2000年前所流的宝血已经枯干了，已经干掉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洗净我的罪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基督徒一定不会想，也不敢问，因为问了会被人家说：“弟兄啊，你软弱了，要认罪悔改。”我那时候很多这一类的问题。耶稣基督他死一个人死，怎么可能救全世界？以后我多读了圣经，我才了解原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就进入永恒里面去。对于永恒的上帝是永远的，是现在。永恒的上帝没有时间的限制，就好像那个《倚天屠龙记》的作者叫金庸嘛，对不对？他写那个张无忌在8岁的时候在冰火岛以后呢，他到28岁的时候，那九阳神功练起来。请问中间隔10年，金庸要不要等10年啊？人家说：“金庸啊，你小说怎么不写？”不行啊，我要等张无忌长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啦。对于作者而言，那个小说人物的时间它是超越的，对于上帝来说，它永远是现在性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且他错过他的复活，他所流的宝血永远是现在式，永远可以洁净我们的罪。而且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现在式的，所以启示录跟希伯来书说，耶稣是被杀的羔羊，那个杀是用现在式，表示耶稣的救恩是现在有效的。所以现在这个窄门呢，是耶稣基督是窄门，是独一的门。那这样讲了以后，我们如何进窄门呢？这才是重点。我们知道耶稣是窄门，那我们如何借窄门？当然是借着信心。圣经上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信耶稣进窄门的意思就是接待耶稣，接待 receive 就接受，这样的人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约翰福音1章13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要亲自接待耶稣，
不因为你是基督教的传统或者血统，不可能，对不对？你的爸爸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孙子。问题是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不能因为血统，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可能透过裙带关系。因为我先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是上帝的媳妇啊！我老婆是基督徒，所以我是上帝的什么女婿？哇，靠裙带也没办法进，所以要亲自接受耶稣基督。那怎么接受耶稣基督呢？怎么接受呢？我们怎么接受一杯水呢？我就是把这杯水来吸进去。你怎么接受我的信息呢？是透过你的耳朵。那我们怎么接受耶稣基督呢？上帝是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怎么接受他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诚实，用真理来接受耶稣。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教太多的术语了，基督这个意思就是受膏者，被圣香油抹在头上的。旧约里面有3种人物，他们要就职典礼的时候，是用圣香油抹在他头上。这3种人就是先知、祭司、君王。所以，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君王，成为我生命的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唯一。前几天是7月15嘛，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唯一打破鬼门关，握有死亡的钥匙，握有生命的钥匙。他是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就是让这位生命的主透过圣灵进入我的心灵中，掌管我的软弱的生命，管理我的一生。我在1972年读淡江的时候，我就祷告邀请耶稣住在我心里。我祷告完了以后没有感觉，也没有软软的感觉，像耶尔维斯还有软软的感觉，也没有被电到的感觉，我都不觉得我有信耶稣。我说上帝啊，求你住在我里面，主耶稣啊，求你透过圣灵住在我里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完了没有？那时候我看过那个宋善杰博士的传记，他是卫理公会一个牧师的孩子。他说他一祷告的时候呢，认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他心里的时候，耶稣就跟他显现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结果我那边等很久，耶稣也没有出来。哇！我想说他大概是1流的基督徒，我是3流的。那我还要那算了，耶稣不出来，我自己讲好了。好，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那时候我的英文实在很差。英文很不好。那时候有人带我去教会嘛，那坐了我前面呢。淡江是很有趣的，那时候考试叫做梅花座，听过梅花座吗？就是我的前后左右，我考英文前后那个考微积分，背后那个考会计，左边那个考国文，那个都不一样，但是斜对角还是同学。我就找一个弟兄说 ，My English is so broken， 我的英文很破，Please help me， 一定要救我。结果那个弟兄就带我出来，又说跟我讲什么？他说：“弟兄啊，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不要这样羞辱我好吗？”这是我说不管了，怎么样啊？弟兄姐妹要相亲相爱相帮助，你至少要帮我忙。结果他不帮我忙。结果我想偷看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罪恶感，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那么孬种呢？这个看一下也不好意思。好，结果我就从淡水要坐火车到台北做礼拜。你知道淡水以前没有捷运，是火车。61年的时候，我就坐火车。你知道我坐火车的时候，因为我初1到高2在屏东嘛，坐火车逃票对我来说是司空见惯，而且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就没有买票就上去了。没有买票就上去了以后呢，那个查票员来了。查票员来的时候呢，我就故作镇静。那我以前的习惯一定瞄准看到哪个厕所有人进去了，我就敲门说查票，那人就把票递过来，我就拿给检票员检，他就跑掉了。我以前的习惯动作是这样，结果那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恐惧跟那个，我说我怎么那么害怕？结果我说没办法，我就去怎么样，你知道吗？就去补票。然后我当兵的时候就把钱存起来，把钱寄了一笔钱给铁路局，还了这债。
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教会辅导说：“哦，信耶稣有平安。”结果我信耶稣要作弊也没平安，要逃票也没平安。哇，算了算了，哇，信耶稣没有平安。他说：“感谢主，圣灵住在你里面，在管理你的心，你不要让圣灵担忧。当我们一信主，让圣灵住在我里面，他代替我的软弱。耶稣基督不只是拯救我的罪，也代替我的软弱，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那个新的生命让我走上又新又活的路。好，接受耶稣基督也是接受耶稣为救赎主，他是我的祭司。所有的祭司在人间献祭都是用牛羊牲畜，而耶稣基督献的祭祀，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所以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接受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所成就的救恩。这两方面，所以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为我的主和我生命的主。第三个是接受耶稣成为我的夫子、我的老师，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成为我的师尊，效法耶稣圣善的典范，跟随耶稣的脚踪，做他的门徒，领受并且遵行他的教训。那这个就跟这世界就不一样。那不一样以后，我们基督徒就成为这世界的实验组，这世界就成为对照组。我们实验组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世人都一样，一样的个性，一样的家庭背景，但是我里面有了上帝的灵，有了耶稣基督的话语，作为我的教训，作为我的道路，我的选择的道路就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拒绝一些试探。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在福利站上班那我那个试探真的很大。那个我们老板请我们吃饭，竟然我发现那个圆桌里面，我们8个人旁边排个小椅子，等到要吃饭的时候，每一个人就一个小姐都坐下来。我说干嘛？吃饭你当然来干嘛？结果一坐下来，他就把衣服拉下来，里面全部没有穿。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去洗个手，我就出去了，我就拦个计程车就回家了，我就不参与了。我另外有一个标准，是跟这个社会的标准不一样的。基督徒应该另有一个心志跟随主，所以进窄门就是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师尊。这叫信耶稣进窄门的意义。那进窄门要用什么表达呢？基督教是用洗礼。很多人认为说你到教会去可以，但是不要洗礼，因为洗礼了以后你都不能拜祖先，不能祭拜祖先。哇，基督徒压缩稿戏不能考，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戏不能好，可不要给你个戏不能好。那太可怕了。你知道民间信仰里面，如果你不祭拜祖先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在阴间是这恶鬼呢，这妖鬼呢，恶鬼恶到尾也把它多一档特价变成这妖鬼呢。妖鬼就红球了，变成不属鬼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呢。所以我的父母看到我信耶稣，他怕得要命，他说：“我死的是你盲导我目睭哦。”我说：“为什么？为什么给你挖眼睛？”他说：“你信耶稣人就恐怖的，嘿，北部人是拢我目睭，北部人不信耶稣我目睭。”我说：“为什么？”他说：“怕他要这妖鬼。”我说：“我参加过追思礼拜100多场，从来那个掀棺材看那个瞻仰遗容，从来没有看过牧师或者基督徒给人家挖眼睛的那是以前的误解。”好，他们对洗礼有很多误解，那我们来了解洗礼的意义。如果你了解洗礼的意义，就不要洗礼就表明进窄门。洗礼的时候要先弃绝魔鬼跟魔鬼的作为，这个基督教的术语叫做悔改，就是承认罪、离弃罪，我不接受从此以后像魔鬼是欺骗、是淫乱、是杀害，我拒绝魔鬼的试探跟诱惑，并且归向上帝。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叫做悔改归正。弃绝魔鬼的意思要悔改，第二个归正。所以基督教用很多的象征，早期那个要洗礼的人呢，都要穿这种黑袍，而且黑袍又脏又臭的黑袍穿出来，每一个人闻到味道都这边，然后呢还要倒退走，这边是东方面对西方倒退走。等到他走到洗礼池的时候，人家把他牵到洗礼池的时候，就转过来，然后把这
把那黑袍、脏的袍脱掉，然后穿上新的袍子、白袍，然后进去那个洗礼池。那什么意思？那个向后转的意思就悔改。我本来这个人，上帝是光啊，我背着光，我就在黑暗里行走。当我转过来，我就面向光，迎接光，我成为光明之子啊，这个意思。那我就脱去那些残累我的罪，那个脏的衣服象征，然后呢，穿上耶稣基督这个义袍。所以他们那个象征都很有意义。然后就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教会洗礼都没有这些象征了，对不对？还有，然后洗礼一起来了以后，还要喝奶蜜杯。喝奶蜜杯表示说，你像出生的婴孩一样，要渴慕灵奶，上帝的话语像蜂蜜那么甜，这样。好，洗礼这样子完了以后，就接着归向上帝，宣告我皈依上帝，做我的天父，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主和师尊，圣灵为我的保惠师，并且加入上帝子民的共同体，成为上帝家里的成员。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就跟耶稣基督联合。那个联合圣经的术语说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受洗，我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而死，所以我愿意接受这个死亡的救恩，并且我的救人跟他一起死，同埋葬。我的过去这些东西都跟耶稣基督埋葬了。我从此以后就不在我的生命翻过新的一页，而且庆祝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每一次参加圣餐礼拜都要宣告纪念，都说我们共同宣告信仰的奥秘。我们以后会用新的礼文，这个新的礼文是现在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信义宗共同联合编的。我们宣告信仰的奥秘，说我们纪念耶稣的死亡，庆祝耶稣的复活，仰望基督的再来。所以电影那个埃及王子那个主角摩西，那个电影的最后部分，以色列人不是通过红海吗？通过红海的水迈向应许之地。我们照样借着洗礼的水迈向应许之地，就是天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上帝使我们进窄门，与耶稣的生命、死亡跟复活连结在一起。将来在世界的末日，或者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要到天堂那里去，感谢主。所以我们去那里是好的无比。我们曾经帮助一个那个癌末的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为他临终抹油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整个脸发光，很像里面有灯泡一样发光亮的，他充满了荣光。他的兄弟姐妹说：“姐不要走了，还要等谁？等谁来了？”他已经等了以后，他说：“不要再叫我等了，我癌症的细胞在我身上啃食的，我很痛也难过。但是我看见天门打开了，耶稣基督跟众天使在迎接我，那地方是何等喜乐！他们唱的圣乐何等的美！我要去那里，不要留我在这里。”啊，他弟弟说：“好，那我就帮他抹油，以后手一按他的眼睛，他就很安详的走了。然后就从安宁病房再把他送到祈祷室。所以，基督徒对死亡不再恐惧、害怕、恐慌，因为那是生命的关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永恒、很美的那个天堂境界。好，这里讲到窄门或者开的门，可是呢，另外耶稣同时也讲一个比喻，就是关上的门。耶稣接着就说，那个宴会的主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就关上大门，将迟到宾客摒绝于外。然后呢，这些人就敲门啦。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也在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我都听了啊。”请注意，他们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进天国不能靠血统，也不能靠拉关系。这一些人曾经跟耶稣吃喝，听过他的道理，想应用自己的身份或者跟主人的特殊关系，却毫无作用。
主人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但声明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严厉的宣告他们是作恶的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象征了那些自以为是天国选民，却不遵从圣经教训的犹太人，也象征着一些参加基督教的活动，却没有亲自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人师尊的人。有些人是基督教的教徒，礼拜堂的堂徒，聚会的会徒，其实糊里糊涂。他这些很像是你到一个大学去旁听参加所有活动都参与，可是你从来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没有登记，也没有身份。那这一些旁听生将来可不可以有毕业证书？我看没有，顶多给他一个学分证明。所以他们就哀哭切齿。对比之下，那些广大的外邦世界里面有许多人进入末世的天国。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警告犹太人：你们不要自以为义啊，不要以为你是上帝的选民啊。因为犹太人他们有那种独宠论，旧约圣经里面有3卷书都在讽刺、攻击犹太人的独宠论。我举个例子，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约拿书？约拿书的作者认为约拿认为上帝差遣他对那些敌国亚述人宣教，然后不然3天以后上帝要灭亡。他说那最好，我就不去。他们3天就灭亡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最好了，就不用反攻大陆了。干什么呢？对不对？他就不去。他不去的时候，他说那个耶和华代，耶和华是全能的上帝。全能上耶和华的那个希伯来人就是山上的山的意思。你知道吗？如果约拿为了要躲避上帝上帝既然是山神，要躲避他，要去哪里躲？躲到哪里？躲到海嘛。你知道以色列所有的海平面，所有的海的海港10几个海港，只有一个海港在海平面以下，那个叫约帕。所以他就从约帕下船，他知道那个上帝扫描不到，所以他就上了船。请问他上船的时候会躲在甲板上面，就甲板下面？甲板下面因为上面万一被扫到了，那倒霉，他就躲在底舱下去。他以为上帝这个上帝很幽默，说你躲在底舱，我还认识你，对不对？最后呢，哇，整个砰轰海浪的时候，船主把所有的货物都丢了，丢到最后还是没办法，最后要丢人了，他们就抽签，对不对？你知道吗？他们抽签结果抽出来是约拿在下面睡觉，你知道吗？这个人让整个风浪起风浪的，对不对？所以起风了。结果呢，抽出来以后，那些外邦人说：“我们不敢我们都要丢你那约拿说：“真的是我了。”你知道吗？外邦人比所谓的以色列人还有义。丢下去了以后，上帝说：“你说我是山神，我扫不到你。你在地底下还大鱼肚子里面还认识。”等到他去告诉他们的时候，没想到他们3天就悔改，他们真的悔改。所以独宠论是不通的了。上帝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呐。好，所以告诉我们，血统跟身份不能保证进天国，会关门。第二个，那个天国会关门的另外一个教导是，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获得救恩了，就自以为意，就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的享受这世界的自由。曾经一度热心虔诚，曾经一度听从耶稣的教导，曾经一度以耶稣基督共餐，守圣餐礼拜，并不足够。当天国的门一关的时候，那些曾经一度的人，都将被一笔勾销。意思是什么？信仰是凡信他的，那个信是现在进行式，是一个设限，不是说我来教会受洗了够了就算了。到日本的时候，问他们日本的基督徒说：“奇怪，你们日本人为什么受洗以后都不见了？”他们就常常问牧师请问我信耶稣受洗的，
是不是上天堂？牧师说是。那我如果努力奉献服侍，会不会上天堂？他说是。啊，不努力不服侍，会不会上天堂？他说也会了。那我何必努力服侍？那就不见了，对不对？就不见了啊！天国护照拿到了啊，我 passport 了，我还要在那太累了。不是这样啊，那个信是设限啊，是现在进行式啊。基督教有很多东西是一次而永恒的。请问婚姻参加婚礼，请问婚姻里面的誓约是现在进行式还是过去式？现在进行式啊。不能说我在上帝面前说，无论环境顺利、健康软弱，我都愿意接纳你啊！那是从前呐，现在不接纳了。我接纳你是39公斤呐，现在69公斤，我怎么接纳？了解吗？是这个，那是现在进行式。所以耶稣说，那门还开着，还没有关，你要努力，要谨慎。什么意思？因为那门一关上就很安全了，在里面的人很安全了，对不对？真的很安全了，啊，就永远安全，什么都不怕。可是问题是，现在那个门还没有关上呢，所以你要努力，要谨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世上。请问，我们的内在有没有邪恶的老我？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老我啊，对不对？不是少年我，是老我啊。老我的意思是罪性、邪情、私欲。在我们里面蠢蠢欲动，一直缠累着我们。那我们呢，在这世界还有撒旦一直试探我们、引诱我们，然后又有整个败坏的世界，就是世俗的标准系统、风俗习惯压迫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有这3个仇敌啊：内在、外在，还有下面的仇敌，一直搅扰我们。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能力。靠主的智慧进窄门，而不要被拉出来。所以我们要跟上帝的道随时有连结，就是热心而恒常的参与公众的礼拜跟团契，私下要常常灵修、祷告、读圣经。所以当我们一走偏的时候，或跌倒的时候，上帝的道就光照我们，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带领我们前面那一步，路上的光引导我们遥远的路。上帝的灵也引导我们，使我们醒悟过来，使我们能够悔改。魔鬼是控告罪，圣灵是光照罪，这2个不一样哦。魔鬼控告我们是什么时候控告我们？是要我们爱慕罪、离弃神，说啊你没有资格啦，你还犯的错。而圣灵是光照我们的罪，使我们离弃罪、悔改归向神，这不一样。所以，上帝的道也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刚强，使我们有力量去抵挡我们的老我，抵挡撒旦跟世界。不然这世界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对儿女最好的，我在那个父母成长班常说，我们对儿女最好，给他们最好的安全感跟尊荣，不是帮他们买很好的保险跟盖好的房子。而是夫妻彼此相爱，不要吵架，让孩子活着很有安全感跟尊重，同意吗？那你给孩子最美的产业，真的不是太多的家财万贯给他，而是给他信仰，给他上帝的灵在他里面，上帝的话语真的在他的里面，那成为他这一生的引导跟他的力量，那是最美的。所以，上帝的灵会使我们从软弱中刚强起来，使我们下垂的手再举起来，发酸的腿再抬起来，奔走前面的道路。现在太多人实在太无力感，无力感到一个地步，我们再加他说加油加油，努力加油。我在台北有一个女孩子，她妈妈告诉我们说，她的孩子一见所有朋友，因为她是某私立学校很优秀的学校的成绩的最后一名，每个人都说加油加油。他每一次听到都回家爆发，跟他妈妈狂飙。他说：“我已经加油到累得半死了，你还说不要输在终点线，要加油，你要让我死在不要输在起跑线。”他说：“你要我死在终点线是不是？”他说整天痛苦，最后说真的活不下去，那是软弱。
所以求主赐福我们。好，这样了解了以后，请问现在能敞开的窄门呢？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门是耶稣，然后那个门会关关了门的意思。现在我们讲到那个仍然敞开的窄门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的末日，或者我们真正的死亡的时候，那个门就关了。所以那个门现在还开着，那什么意思？主耶稣这句话其实对那些还没有进去的人讲话，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个门既然开着，你要趁着现在除非你没有机会进去。你既然有机会进去，你唯一的办法就赶快借着耶稣，相信耶稣，耶稣就是门，你就赶快进去，还有机会，绝不会太晚，对不对？甚至于我们爱灵魂到一个地步，有人到临终前没有信主，告诉我再怎么忙，我想办法，临终我一定要去探访。很多人临终探访了以后，他还是愿意信主。真的，甚至他全身都没有办法动了，完全没有办法动，但是他的听觉还听得到。我在马偕医院有一个人，就是手抓着我，抓到整个抓到我的手了其实他医生已经宣告死亡了，那个都掉下来了把我抓得紧如果迷信人说，哎呦，被死也被个头起来不是我就告诉他说，你平安去吧。如果说不平安就跟他讲了，背了很多圣经，所以我告诉他，我读了诗篇37篇跟73篇给他。我说你平安的走吧，结果他的手就放下来了，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样走，还是听得到，还是给人最后的机会，甚至有人回光返照。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长辈的之后，他人癌末 ANC 突然都说好了，亲子好了，交代很多后事，这些都是叫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谈福音，让他们有机会进窄门，甚至于他已经走了，还是听得到。听得到，在短时间，那我们告诉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敞开的窄门，但是这个窄门是为人人而开的，我们都以为这是卫理公会那个卫理公会跟长老会最大的差别是这样。如果严格的长老会，一般长老会不会。严格的长老会是认为上帝的儿子只为他所拣选的人而死，上帝只拣选一些少数人，其他人让他堕落。约翰卫斯理强调说不对，上帝爱世人，世人是包括所有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是给万人的。所以上帝的得救的门不仅限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是向所有人开放。所以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开放的心灵，我们每一次崇拜的时候都尽量邀请亲朋好友来参与。那亲朋好友来参与的时候，让他们也能够聆听福音。如果他们愿意参加我们的诗班，也欢迎他参加，一起歌颂神。如果他愿意参与主日学教导，可不可以？可以。我看教导才艺好了。福音他不懂瞎子领瞎子不好了。如果教导才艺可不可以？可以，了解吗？带那个带动跳可不可以？可以我们尽量让人家参与，让他参与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鼓励那人西门这个人实在很倒霉。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在旁边看结果人家说：“你看什么？你过来！”他说：“为什么要过来？过来！耶稣十字架背不下，你背。”哇，这好倒霉他这倒霉跟耶稣从那个背到哥哥他背了倒霉他倒霉他就气我给他看一下衰结果呢，他看到耶稣十字架的那个整个他信主了。他的儿子还是当时初代教会的教父，很好的总督，那个主教，很美，先公会参与。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是包容所有的人绝不自我封闭，也不排斥任何人。如果我们排斥人，我们同时就排斥了上帝，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谨慎。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那个关于敬主的问题，好多人很困扰，我重新再讲一遍。基督徒赞成敬主，但不赞成祭祖。祭祖是把祖先当神明拜，然后希望从祖先祈福。阿公阿嬷，你保佑我饲大猪、赚大钱、生后生中状元，娶水某，去得到车家财。有没有这种祷告这种我们小时候都这样祷告了。
对不对？啊，然后祷告完了，有时候看起来像模型，这是赶苍蝇啊！这是祷告，就是把祖先当作我的工具性的操作。然后呢，我就再把祖先的骨呢拿去埋葬，能够得到好风水，然后引让某发。早上9点钟葬了，11点就要发财了。我就把它高工具性，不对。基督教认为我们的祖先是人，所以不是我们拜的对象，但是是我们纪念、效法、感恩、学习的典范。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敬主是效法祖先的美德，感谢祖先的恩德，继承祖先的遗泽，把这些都可以。那至于拿香呢？好多人说啊，你们不拿香。我告诉大家了，像我的话，我认为基督徒可以拿香了。啊，拿香，啊怎么办？拿香那不是偶像吗？周莲华牧师那时候上我们的课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他，我就很感恩。周莲华牧师那时候先总统讲功，在弄那个国商的时候，要拿香嘛。你知道他一拿香啊，周莲华牧师不到1个礼拜内接到500封外国宣教士的信，都骂他。他说：“President 这些不是你的教友吗？为什么拿香呢？拜偶像，叭叭叭，一直骂。”结果周莲华牧师就问他说：“总统，你为什么拿香？”他说：“不行啊，我是主祭啊，那个辅祭拿香给我就要拿香啊。”周莲华牧师就听懂了，他说：“好，来，第2年国商的时候，他就跟那些辅祭说，今年总统要拿花，了解吗？”结果呢，他那一年总统国商的时候就拿花，一拿花以后呢，经过了3个月，没有人写信骂他。周莲华牧师说：“哦，好寂寞、哦，没有人写信来骂我。”然后呢，他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花者阳香也，听懂吗？花者阳香也。”他们在骂说：“你们拿香，你祖先会起来闻吗？你拿那个饭菜拜他，你祖先会起来吃吗？”那我们也可以问西方宣教士说：“你们拿花，你祖先会起来闻一闻吗？”那个都是象征嘛 ，symbolic meaning 嘛。所以香代表说人间最美好的味道，我要献给我的祖先嘛，感念他嘛。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圣经上有没有说众圣徒祷告是用香？有啦。今天在天主教圣公会跟东正教还是有用香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拿香，但是不是跟祖先祷告，是跟什么？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祖先这么好，对不对？经过黑水沟，没有被台风刮死。对不对？上了本岛又没有被瘟疫瘟死，是不是？那个品种特别好，留我到现在，对不对？刻苦耐劳什么什么的，你都可以向上帝感恩，学习他们的典范。所以基督徒要宽广。好，最后一个，落后的要以领先的。耶稣这句话在复活后广为流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进天国不是根据你先天的血统或者出身。而是你是否真的进窄门？这里也告诉我们，已经进窄门的人，不要骄傲，不要认为我很伟大，我比别人高一等，我很属灵。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哦，我在大学的时候，常常说：“你什么时候信主了？”3年。我出生就受洗了，我比你长，我已经25年了，叫我属灵长辈。他每一个都叫他属灵长辈了。所以我们教一个姐妹说：“你的信仰只有长度没有深度。”她气得要命。不是这样的，不要自以为这比别人好啦。我先入门的是师兄啦，你们都是我的师弟啊。其实，不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也看不起未信主的人。使徒保罗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更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箴言也说得非常简洁，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因为我们还有老我，也有撒旦跟世界，所以我们不能骄傲，不可松懈，不可以懒散。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能够进窄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先进出窄门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既然是恩典，有什么好可夸的？仿佛我这一切都是领受的，为什么我要骄傲夸口，好像我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先进去的人应该用感恩的心。基督徒领受恩典的人，应该以恩报恩，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爱，要以爱还爱，要更多的去爱世人，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进窄门的人，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信靠你，做我的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的师尊，我愿意皈依向你。主啊，恩待我们这些已经进窄门的人，让我们谨慎知道，我们这个窄门还没有关。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内在有软弱，有罪恶的本性，我们的外在有诱惑跟试探，帮助我们警醒。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帮助我们这些人，我们能够成全更多的人，使那些在我们以后的人能够带我们的前面，使我们能够用恩典来带人，来成全人。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